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全台湾的庙寺超过12000间。若讲到这个庙寺，毋那是信徒的信仰中心，更加是记载着传统工艺美丽殿堂。像这个触及面顶的人物甲龙凤，呈现出精炼的水。若庙体是来展现着石雕甲木雕的艺术。另外，门神的彩画嘛是一个大学问。随着时代演进，即卖真侪庙寺在整修的时阵，除了挖考着专业的艺术之外，嘛来导入着科学的修护，透过各项的检测甲仪器，会当更加完整来修护这个古迹甲文物。庙寺工艺保存甲传承拄着什么款的难题？这传统甲科学，阁要安怎相辅相成呢？继续是采访团队深入的报道。尽力啊，加一个作品，你就对社会、别个历史加一个见证，一定要做到袂做。画到手会抖嘛，手若抖你就没办法了。让它能够展现它应有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美学，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所背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可能我命中爱食煎黏这道饭啦，初二暑假对阮爸爸去关帝庙遐佚佗，靠看阮师公因伫遐咧煎粿的，囡仔人好耍，就煎来个传去倒耍，耍3工了，耍出着咱的兴趣。老师，这间庙你安尼做啊？做1、2档。伫日头卡挥念走壁，替庙宇厝顶的白头人物描线，伊是人称火狮的剪念艺术73岁陈三辉。早期的剪黏吼，就是用厝内咱碗后啊，讲哦剪了4角圆，像黏马赛克安斗甜尔。到1950年代，台湾的庙当复兴，材料缺乏，即马即使阮一个业者，就去用这玻璃，这是玻璃啦。到1980年代的时代，生理人开发南汤的林汤无啊，怎啊要先来斗？迄阵就是阮的4样工艺啊。这是伊都修理完的寺庙台南新营的真武殿，不过你敢知影？其实厝顶这装饰艺术，包括历史典故、人物甲龙凤等等，都是用花卡加灰仔碗卡化了后修剪制作而成的。剪黏是一门镶嵌技艺，大多是坐在屋檐上，衬托出庙宇的非凡气势。像是台南新营的真武殿呢，这上头就使用了上百个花瓶，以及将近3万个陶瓷碗，将屋檐修复完成。剪黏物件，自古早到今大拢放庙顶，大家去拜拜，那红仔花洒伞恁看无嘛？这物件来当摕来做艺术品，这样转移。我怎迄个时代转型，怎用咱花杆，这花杆讲的。因为我们就是秉着说爱好陶给去建。所以我们就把这3位师傅的作品的相片放在那个案头，好一个心扎，结果就选上了灰山陈老师的作品。剪黏是寺庙建筑真有代表性的装饰工艺，数百年来，要面临材料的转变以及技术被模板化代替为基。大间庙是愈来愈成，就惊讲手工不在，技艺术团，陈三辉伫传统中行出创新的路。这吼得多的，安尼回去，安尼哦，现讲很对，很到位。独创花卡剪黏，逐工甲这灰仔片甲玻璃做伙雕上，继续创作，这是伊坚持。要让这新鲜看起来真灵动、真逼真，这是上界困难所在。伊这道大哦，你只落时哦，落，你只安两。这买等，这边买等，对不对？后边生出来，伫遐头毛遐边生了，都会使。等到大好落吼，这暗下就是安尼，得较把电，前后差不多学了7年的时间，前2年才正式把之前工业设计的工作辞掉，然后专心投入做传统剪黏工艺这一段这条路。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剪黏
把它做成生活化的艺术品或者是产品，然后去让人家可以收藏。我即拢袂使刻意讲，我要这件作品要互你穿什么衫，要安怎什么衫。这艺术做起来物件哦，就是算讲匠气。到我今日行讲的这条路，就是随缘不随我，伊破安怎，想安怎做安怎。陈三会学历干那高中毕业，17岁一路为西亚变成大师级的人物。2020年得到文化部公告为人间国宝，嘛捌接受邀请到国外去创作。伊为了要增进考调硕士班，希望透过交流，替传统工艺带来更较侪进展。阮太太讲好，我听人叫伊老师，我足艰苦。咱若毋是老师，咱做工仔人啊，互叫老师安尼啦。讲安尼哦，安尼无我就叫火师，哦，师啊师，庙乡遮师伫咧顾庙嘛。啊，我这个火师是咧顾台湾本土艺术。咱即马就是讲爱留物件，就要留这物件落来咯。哦，咱趁钱来做，咱使命就是爱留爱再做。在寺庙工艺中，为门神感觉是一个大学问。这边剥削也是要调的跟他以前的一样。这是老师的作品吗？哎，民国85年。一笔一画拢是真细致兼有路，替门神起家的衫补饰料，伊是78岁宗教彩绘艺术潘家雄。门神哦，大部分唐朝以来都是画那个秦叔宝跟魏慈公，哦，这唐朝的大将哦。以前是一个神荼玉嘞，心头温瑞，那是上古时候的门神啦。大部分不是人的指定啊，拢神啦，拢会跋杯啦。我看画什么呢？这瓷的作用哦，第一可以量哦，还可以画直线，还可以这样是它固定我们这个手腕哦，不然这样画会抖，这个就可以这样。潘家雄出身庙宇艺术世家，伊若讲潘春元甲因老爸潘丽水拢是台湾出名的彩绘大师，伊继承家学，作品遍及全台湾几啊百间大小宫庙。我前囡仔就伫咧环境之下嘛吼，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嘛。毕业后，就大学考不上嘛吼，大学考不上，那就去当兵了。回来进入美金福利社哦，当了美工设计，还65年多后当退出联合国，就前上。65年他开始跟我爸爸哈正式哈投入这个彩绘这个领域了。这衣服打那种尾领啊，龙袍嘛，最好哈把吉祥的东西啊哈把它画到里面去，好像这个是年年有余嘛，哦这鱼就年年有余嘛哈。对耶。这牡丹富贵。富贵。台南的南沙宫开基包公庙以后世包青天出名，6尊门神都是出自潘家雄之手，香火鼎盛。加上经过25年的岁月，需要重新整修，伊甲科学工艺博物馆团队合作进行修理。现在喷的这个是。这整个大范面积的整个完全的清洁之后，就会再有一些细节部分再用局部的用棉花棒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会用的溶剂大概就是一种叫做碳酸氢铵的清洁溶剂啊，它会把一些油烟把它咬下来，那不会伤害到保护漆。阮是用土干土做的阮是用三文啊，还是用一寡碱啊，还去把它洗。他们都是都用那个药哦，还去嘎啦，为了把这个门神永远把它保留下来，我就要找一个真正的团队嘛，学术界嘛，我袂使去用我较早的做法嘛。险象为怀，以时俱进，是潘家雄的人生铁盒。拜访伊的工作室，一尊一尊门神的外形，规伫脑海中浮现，到画质完成，平均要用2礼拜。困难的第一构图啦，哦，咱要画啊比例，第二门神要画8点要满。第二困难是画这个脸部啦，画啊上面呢还有一些西洋的那个光线出来，但是你不能跳脱这个传统这个人。第三是画胡须啊，
哎，我要飘飘。你看，有看到里面那个衣服的的图案，相差了，还是这样。啊，你不能画得太黑哈，料啊染黑。这点水墨的。 水墨画。花甲乡捌得过新团长，嘛是台湾重要传统工艺保存者。50多年来，伊到即马依然逐工冶边，艺术是传统工艺内涵，用心坚持，充满程度。根据内政部民政司的统计，全台湾一共有超过12000多座庙宇，信徒多达近100万人，显见传统工艺与宗教文化不可或缺之处。 随着时代进步，即马庙宇的整修除了挖靠专业的艺术，嘛结合科技的修护，透过各项分析甲验证，和古迹文物会使久年的保存。动作上来再慢。台南艺术大学文物维护研究中心主任邵庆旺带团队为台南大天桥宫修理壁画。 采用这一天，因替每一堵因为沿海落差的壁画，高特质湿敷材料进行脱盐的治疗。这一块是昨天敷的，那它可能就从这边开始干。对对对，潮湿的时候敷上去，让水分被壁体吸收，然后它这些水分就会把我们壁体里面盐分的离子捕捉出来，它就水会蒸散，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些湿敷材料上面，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湿敷材料去做盐分的一个浓度检测，逐次的去了解说它有没有稳定。3.68 ms， 这样算高吗？对，就很高。 修护唔但都要了解壁体结构，还佫分析环境温度甲湿度，并且用仪器监控盐分，要彻底改善壁残，避免损害情形继续发生。判定它没有盐分，就可以开始做它填补的部分多的地方，请传统的匠师去做一个仿绘。有些小的局部的，就是用全色的方法，让它看起来能够协调。 大天后宫是明朝地神宫时代起的，主要是服侍妈祖，有300多年的历史，被列为国定古迹。早期无修复技术，大部分的庙方只能重建也是定位，但过历史甲情感卖对你小心。即马古迹的修理更加科学，整固如故，正做关键。 觉得说，我不想要只单单就是去欣赏这些东西。那在时间的演变，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在流动的时候，这些东西应该是要被保存下来。这个历史悠久，当然风雨摧残，一定是整个建筑物会有所改变。但是这里的建筑物没有什么改变，我们是基于修旧如旧，我们保存。 我们都有一个所谓叫做巡查团队，定时不定时的在我们辖区当中所有的古迹历史建筑来做一个巡查，我们就会排优先顺序了。哪些呢可能需要做紧急上的一个照护，然后哪些呢可能可以再持续的来去观察。 依照传统技艺保存历史文物，也毋过要安怎传承，避免断层，依然是上紧急的挑战。因为这拢有拨钱还咧教，但是迄拢出来迄拢是兴趣的去学，还有几个美术学校的开去学安尼啦，讲学拢无出来做啦。我讲你慢慢学会使功夫，你会当咧应用咧别对我功夫都应用对另外一种的行家己的路线，安尼到我都行出去。像台南市有文物资建材银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材料怎么样呢？跟学校，例如说在关田有一家就有木工科，我提供木料，然后呢也上课，让这些学子呢能够提早去认识我们实际上文化资产的保存修复的一些环境。 就像我们去看
医生的时候，你先去做很多的，例如说做 CT 啊、拍 X 光啊、量血压。那我们修护师也是一样，就是你要先做前期的调查工作，了解说它为什么坏掉，那你才有办法对症下药。传统艺术的资格必须要经过考试，由文化部审查公告。以2020年来看，全台湾有牌传统艺术差不多有600外个，其中50岁以上的人上济。虽然传统工艺甲修好领域，甲因为比较起来加真侪少年人，不过要安怎让更较侪人加入，这嘛是真要紧的代志。因为你没有传统工艺所衍生出来的作品，你根本没有所谓的修复。可是现在麻烦的就是传统工艺以老师他们在往下到了50岁、40几岁，慢慢的已经后面都几乎没什么人可以承接下来，是比较可惜的。最重要就是要对于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人才，这些匠师也好、修护师也好，进行人力的评估。例如说像石雕部分，台湾几乎就是已经没有人能够直接从事传统建筑的石雕工作。那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去培育他，让他有工作做？所以说政府的话，怎么样去搭起这个产业的一个桥梁，这是最刻不容缓的一个工作。师傅是对有特殊工艺艺术的尊称，因对传统工艺有真深远的影响。以画笔、以刀锤、以技法，伫一座一座庙宇中走丛，修护师这是为了守护文物资产奉献心力。传统甲科学相辅相成，替台湾留下历史价值甲情感的回忆，和传统技艺甲文物之美会使流传千古。我就是50几档啊，这物件啦，画到手会抖嘛，手若抖你就没办法了。这是不望我家己，咱身体如何会当做，坚持一定做到袂做，一定要做到袂做。培养的这些学生，最重要就是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去进行保存。后续的话，让台湾能够走到国际上面，展现我们文化的一个软实力，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所背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